来关心台铁的火车票，台铁火车票按6月23要开始起价。昨昏呢，台铁已经伫官方网站公布新的介绍，以自强号做例，台北到花莲的自强号的车票，原本是44，即摆是要起到583块，票价平均的起伏是26.8%。不过台铁的运输安全同款受到关心，因为根据统计，5个月来，台铁已经发生7件的吊车事故。台铁30年来第一遍调起票价，自6月23开始，坐车的人要注意，票价平均起伏是26.8%。官网已经公布新的票价，像自强号台北到花莲自440块起到583，台北到高雄自824起到975。另外，大家也注意台铁的运安。今年初，台铁7岛站伫咧进行吊车作业时阵，敢若是因为好一员发唔到信号，造成列车甲转向器即加歹去。无想到讲，这个月花莲段又搁发生吊车单机启动着 EMU3000新自强号，这是5个月以来台铁第7件吊车事故。司机或者是吊车工的人员，或者是做轨道养护的公务，或是做这些耗资系统的这个操作的这些行控的人员。在待遇状况都不太好，所以其实流动的情形其实也有在发生。台铁公司讲，这件意外发生伫咧4月20下昼2点20，花莲机务段一个 R169吊车单机进行连挂作业时阵，虽然速度维持伫25公里，不过照 SOP 规定，就要先停车了才搁开。结果驾驶无停车，直接启动着新自强号，因为列车的外观无受损，无遂通报。机长工检查才发现连接器有受损加漏油，所以赶紧通报。如果他没有遵照 SOP， 然后它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样子的话，可能我们要去探讨这个驾驶的身心的状况。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强啦，该处分的我们还会给予处分啦。对于吊车的那个训练基本的要求，我们会继续加强，全面来做一个改善。台铁公司讲，伫这群吊车事件发生的原因拢无同，经过调查拢是认为作业疏失、安全意识无够所造成。案件交予运安处详细调查，等查清楚责任了，将会严惩有疏失的人员，加强风险控管，避免再发生同款的代志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